Royal Caribbean 最新24.8萬噸 Icon Class 郵輪 Legend of the Seas 喺7月4號首航之際，同步上線咗全新兒童定位功能 Find My Kid。呢項功能主要針對3至12歲嘅小朋友，家長只需要支付14.99美金，買一個 Adventure Ocean Warband 手環，喺 Royal 嘅 App 度完成綁定，就可以實時查看小朋友喺全船嘅位置，唔使額外購買 WiFi 套餐，連船上嘅 WiFi 就可以使用。唔單止下次坐船仲可以繼續使用，佢仲有防水設計，唔驚小朋友喺水上樂園檢測唔到，全船無死角都定位得到。其實呢項功能早喺2025年就喺 Star of the Seas 度測試過，家長嘅反響特別好。而家正式喺 Legend of the Seas 上推出手環，經過家長授權之後，仲可以充當房卡同小額消費。有咗呢個定位手環，就唔驚小朋友一轉身就唔見影，家長終於可以稍微鬆返口氣啦。